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嘅福喜女呢个节目。今日大家咧讲嘛，家咧讲艺术治疗。艺术治疗嘅分类当当中哦。今日大家讲嘅系画图两件事情。绕墙到两位教授咧，到节目底度啦，大家咧分享和带来了一本书哦。大家咧分享你今日嘅体解，裏邊其實係你建中嚟嘅教授羅思偉教授分享。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客家人，我係苗栗客家人鄉羅羅思偉。喺東海大學建中呢教書，最近退休嘅，前幾年呢又擔任過創意設計個藝術學院嘅院長，仲有負責做藝術治療嘅計劃啦，感謝有呢機會來上客家節目。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啊，曾經請分享教書嚟到鴉片嗬。天界強讓我哋分享你能嘅教書咧，佢係乜啥咧？佢係你建築學人嘅長年妹，歡迎分享。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鄭月妹我在美國有20年的時間教書，然後在4、5年前呢回到東海大學，那碰到羅院長。現在我在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教書。那麼今天非常高興有機會跟大家分享藝術治療這件事，謝謝。是哇，好棒哦！藝術治療聽起來就會很浪漫的一件事情，又很有趣哈。我今天同大家來分享藝術治療，先來講一下，今天帶來一本好有趣的書，對不對？這書的書名按照彩繪人生，唔過幾個字體很有趣，叫阿公阿婆畫圖講故事。而且我翻了一下裡面的書，哇！這裡面好多阿公阿婆畫的圖，對不對？我們是不是可以請教授幫我們分享一下一本書？人家就學教是講係高齡療癒啦，這個療癒呢，這最近大概有20年，也是蠻新奇的一門學科。我學教讀向建中呢工業設計呢個景觀系啦。其實就一早以前都有合作做呢方面嘅研究嚇。我民國101年2012年擔任院長，沈振內老師都拜託講希望繼續做安嘅研究。其實就也拜託我留藝術安嘅。內行的老師家邀請進來哈，所以後來我們就把音樂系和美術系老師也邀請過來，美術系就是邀請鄭月妹老師哈。那安尼就有設計個藝術的呢老師共下來做安尼跨領域的研究。人家就家都準備了提一個計劃。人家就希望清選，希望3年啦，結果科技部核准了2年，那我們就選擇台中的一個屯區啦，就是山區客家莊，石岡選了石岡，是。另外一區我們就選了清水，海線，算海線後路莊。一方面也做個比較，是，所以我們就進行了2年這樣的計劃。是，那2年計劃，我們藝術方面一個鄭老師的這個繪畫，跟另外一個音樂老師，他們就有很密集的課程，然後跟社區互動。鄭老師的結果後來就出了這本書，對，老師這樣子的藝術治療，剛剛聽到羅教授這樣分享，我先問一個簡單我自己腦中的想象，因為剛聽起來其實是很多系的跨領域的專業共同的結合，建築、景觀、美術、音樂，對不對？對。可是因為我們直接想的像這樣子深入到我們說高齡的藝術治療裡面，老師你有親自走訪嗎？那當然了，是這本書呢，
就是我们亲自陪伴阿公阿婆们，这个4个半月的时间的一个记录。我们在真正发起活动跟阿公阿婆一起画画之前呢，我们很怕阿公阿婆不来参加，所以呢，我们就办了很多团康活动。先陪阿公阿婆聊天呢，画画地图啊，谈谈他们的家乡，先交朋友，先交朋友啊，温暖他的心啊，然后吃一点客家菜啊，是，对，请阿公阿婆做了很多客家菜，跟我们一起来做一点团康活动。哇，然后等他们比较了解我们之后呢，我们就连续4个半月，对，陪伴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是早上大概6、7点就出发，从东海大学出发，然后大概是8、9点我们就准备好了，然后陪伴阿公阿婆一直到12点。然后连续4个半，对，对，哇哦，那会一起吃午餐？我们会准备点心，然后阿公阿婆常常都会非常热心带他们的家里头非常有特色的菜过来跟我们分享。所以一般来说 ，Hido Gay 片给谁看到的阿公阿婆，他们年龄层平均或是一般都落在几岁到几岁啊？这一次我们在石冈，大概最年轻的有大概68岁到70岁，年纪最大的是89岁。哇，几乎已经要90岁的阿婆对在那边，所以他其实年龄层大概70到90，也差不多有10几20岁中间一个80岁的比较多，80岁的比较多，哇！所以因为其实共识开发因为压迪路共都就会请阿公阿婆一起来画图嘛，对不对？老师又是专业，我觉得要是我很紧张不要说跟阿婆交朋友，因为我真的不会画画，我完全不会画。我心里想，如果今天郑老师说，伊里啊，你现在放轻松。靠你的创意画张图，我觉得我会压力很大所以你们遇到阿公阿婆，你们也会请阿公阿婆画图，对不对？是不是这个过程非常的有趣我想，我们的整个活动的设计，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请阿公阿婆一起出来做团康活动，对。然后我们譬如说学乡下的小鸭叫啊，然后我们做了很多团康活动之后。让阿公阿婆都软身了之后，然后防线也就比较没有了。对。然后我们给阿公阿婆纸张的时候，一开始，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阿公阿婆呢是拒绝的。对呀，要是我也要拒绝啊，因为俺不会画图，俺就不会画。我不想画，我跟你团康就好了，是不是？团康活动就招待了，对不对？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阿公就会拍着桌子站起来说：“我一辈子都是拿锄头，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叫我画这个？我不会画。”但是非常有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它是一个没有道理的涂鸦，对。那么这个涂鸦呢，这个过程只要你开始乐意去做了，那么你会越做越有信心，而且非常好玩。所以到最后，其实阿公阿婆都非常乐意，甚至于有些阿公阿婆本来是9点上课，然后就是8点半来，下个礼拜变成8点来。而且因为对阿公阿婆来讲，早起不是一件轻困难的事情，很容易。所以后来那个拿锄头的阿公，他真的就画了，他真的画了，而且我们4个半月结束之后，我们再回去拜访他，他画画变成他每一天做的事了。哇，好有趣哦！不过东东兄亲朋友十分问说，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是什么？其实我们要讲的是艺术治疗，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自己。你看阿公阿婆他在生命的历程当中，在他的生命里面会经历很多的事情，所以老师要不要简单帮我们分享一下？因为这样的计划跟这样的艺术治疗，这个过程真的非常有趣我想因为我们在涂鸦的过程里头，对，我们情感上就没有这个设防，那么我们把这个设防放下之后呢，其实我们都涂鸦完了之后，就的另外一个活动就是分享，阿公阿婆一起吃蛋糕，然后分享我在干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图像本身就勾起很多的话题。
那么我们最感动的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个就是921大地震的一个话题来作为涂鸦的这个过程。那么那一天呢，是我们最热闹的一天。那么阿公阿婆画的都是黑色的，然后火红的，他们的颜色非常的特别，都是他们当时候特殊的情感跟记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又能够抢先，每一个人都抢先要把自己心中当时候非常记忆深刻的这个921的大地震呢说出来。那么这个透过图像把心理情绪传达，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没错，唐先生信上讲什么地，其实对阿公阿婆这样讲的狗昌地图，它其实是一个释放。对不对？他可能内心藏了很久的，我们不管那是一个负的能量也好，或是其他，他在这过程当中一旦释放，他肩头很多重担可能也因为这样卸下，这也是一个艺术治疗的狗仓嘛，对。所以长线上讲，因为动都改故事，他又嘛改故事，找得到台高的分享，你聊哈，等下长怎来讲。今日东方宇宙的让强的两位教授来到节目地图，让大家来分享一下艺术治疗。吼，说到画画，老师是专业，想偷偷问一下罗老师，那你有画画吗？你自己参与这个计划，对不对？你看老师笑成这样，对不对？老师你有画吗？你自己有画吗？年轻的时候有画。哦，对吧？建筑系本来也都是画，只是说这个往设计方面去发展。这听起来就是专业的那一种画画，对不对？不一样。那今天刚刚听郑老师分享暗斗给故事，老师你会不会很惊讶？有时候阿公阿婆画出来的画超出你的想象，没有错，对不对？没有错。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有一张画，在我们书里头非常非常的精彩。对，那是一个爷爷是，然后他呢这个在说921大地震的时候，对，然后门倒下来了，哦，然后呢他跪倒在门底下，然后呢他没有被这个压到，然后他认为是观世音菩萨救了他。那么其实在他的图像里头，他选的纸是整张是黑色的纸，然后那个门板呢，它只有画了2条线，非常简单。然后在这个2条线底下呢，一个很像人但也不是很像人的人。然后他因为这个图像，他讲了很多话，那么他说了很多很多当天晚上发生的故事。是，那么这些都是因为图像协助我们。轻松的把心理情绪的部分发挥出来的一个说出来的一个方法。是，所以其实就像老师说的，为什么这是艺术治疗？其实他可能都没有想到他这辈子会这样画画，没错。他借由画画的过程当中，借由那个图像、那个笔、那个分享，去完全去讲他生命中经历那一段困难的那些过程。其实这样能量的释放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疗愈，非常的重要。对，而且我觉得不只是这样，就像老师讲的，他也交朋友了，对不对？他可能本来没有那么活泼，然后他也变得活泼了，或是像刚老师刚刚提到那个拿锄头的阿公，他本来也不画画，可他后来画画了，现在变成他另外一个，好像。兴趣对不对？没错，我再举一个例子，譬如说石冈，它是一个比较狭长的地区，那么这么狭长的地区里头，它有好几个里的阿公阿婆是相互不来往的，那么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比较有趣的这个活动，就是让甲阿公就摸住乙阿公的脸。然后彼此呢摸住他的脸，其实那一次我们是要画自画像，但是我们阿公跟阿婆都很害羞，不好意思摸对方，所以我们就设计了活动让他。别说他们很害羞，我听了都觉得好难哦。自画像，对，眼睛要蒙住吗？对，我们用一张纸，然后蒙住这个阿公阿婆，彼此蒙住彼此的脸，然后让阿公阿婆呢透过这张纸呢来摸自己的脸，然后把它画下来。哇，好有意思哦！对，那么非常有趣，就是
我们发现不同里的阿公阿婆，他们平常不讲话，对，可是在这个时候就你摸我，我摸你，然后摸到最后笑成一团。是，所以你看，这在社区里面，其实那中间的互动关系就建立起来了。没错，对，那当然不只是画画这件事情的本身，这样子的互动关系建立起来，活络了起来的，其实也是另外，这就是艺术治疗的延伸，对不对？哈，所以其实，而且刚才我有听罗老师有分享讲到，其实某形容体体跟阿公阿婆给个性也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你去到不同，比如说渔村，对不对？你说去到那边个性不一样之后，困难不一样，反应不一样，回馈要某种用。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我觉得当艺术治疗呢，都会不是用说话的啦，对，说非言语的，是。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本能，对哦，当他心房能够打开来。他可以可能像郑老师，他要设计很多技巧，让他去接触很多表现的，譬如他要用线条啦，要颜色啦，让他去把这个熟悉以后呢，他借这个东西能够发展一个非言语的沟通的方式。一方面，他有些东西说不出来，他也可以借这个东西来表达出来，线条啊、图画啊，对不对？没错。所以就像刚才郑老师讲的，而且你们接触不同地区的阿公阿婆，给你们的回馈不一样，个性也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是非常有趣。我觉得这一次的对高龄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婆做这样的一个艺术治疗的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在石冈的时候，那么我设计了一个单元叫做打开心门。那么我们呢在图画纸里头呢就做了一个门，然后鼓励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说：好啊，你这个门打开之后，你看到的是什么？那么在石冈做的时候，大部分90%的阿公阿婆都是画花，非常有趣。然后我们同样这个好像可以做心理测验的感觉，对不对？是不是？非常有趣。那么我们到了这个清水这个跟这个渔村的爷爷奶奶做的时候，那爷爷奶奶呢，这个门打开之后呢，都是鱼，几乎每个人都是鱼。那么他们所画的这个图像呢，非常有趣。然后你再听他讲说，那你每天打开门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那么在石冈地区的这个阿公阿婆会说，我希望我家里的花如何啊，果子如何啊。然后渔村的爷爷奶奶会说，我今天几点去抓鱼回来之类的。所以非常有趣的，这是一个人文历史，一个非常活生生的这个口述历史的一种记载。对，口述历史说到这个，其实我想对于阿公阿婆来讲，其实好像是接触一个艺术治疗。对两位教授来说，这是执行一个艺术治疗很棒的一个课程。可是我相信对他们来说收获很多，对老师们一定也有很多收获，郑老师一定也收获很多，因为你刚刚说到口述历史，这才是最珍贵的。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你要打开奶奶的潘朵拉的盒子，那个盒子打开才说，哇，原来是这样子。因为有太多东西我们可能没有在自己的生命经历里面，或是自己的印象里面，可是你借由那个口述历史，那个盒子打开了之后，你发现，哇哦，那个是非常珍贵的。所以郑老师，你应该在这过程当中也打开了很多盒子吼。对，我们整个过程里头都有很多的助理在协助。那么因为图像是中性的，对，那么所以呢，当图像一出现之后，勾起了很多的回忆。所以其实真的每一张图像都勾起爷爷奶奶没有办法停住的话题。所以我们的确收录了很多很精彩的故事。所以那样的故事也有记录起来嘛？对，我们全部都记录下来。所以因为像这本书里面大部分分享的可能就是一些爷爷奶奶的小故事，或是他们画的图，我们把它集成册。就像刚刚郑老师讲的那样的口述历史，你们也会如果可以的话，你们都也有把它记录起来。对，会有觉得接下来的一些规划或发展嘛？像这样的一个口述历史，我觉得这样的口述历史有很多的研究价值。我觉得譬如说
当我们现在不断的在讲这个高龄社区的一种在地老化的一种营造，那么我们在做这种营造的时候，这些软性的这些比较属于人文历史的这些故事，我觉得对社区的营造有很多很多的讯息可以带给做营造的这些单位或是人。对，我觉得因为其实台湾现在已经是迈入一个高龄化的社会，对，然后再过几年之后，其实会非常非常算是严重，对，再加上现在少子化，所以我们希望其实不管是在我们说银发族这边，不管是在艺术治疗，或者是任何的社区营造，或是我们回到比较是医疗这边的，像是长照的一些计划，我们都希望我们尽量把它越做越周全，对。那当艺术治疗是除了在长照以外，我们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要很重视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一直在台湾的教育这一块，我们都一直很忽略这样的一个艺术层次在生活里面直接的进入，因为以前我们都会觉得好像要学一些有用的东西，对不对？我们要先顾好肚子，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我们都忘记了这一块人文这部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没错，所以老师应该感受很深，尤其是老师你自己亲自下去接触，阿公阿婆给你的回馈是最直接的，对，没有错。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台湾高龄这个疗愈性的社区规划当中呢，目前看起来比较缺乏的就是心灵照护这一部分。对，那么心灵照护对于高龄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西方的环境里头呢，非常重视这一部分，透过音乐、透过肢体、透过图像，然后作为媒介来跟阿公阿婆聊聊心理的故事。对，因为心灵被满足了，其实你生命就会有比较多正面的能量，你也就快乐了。你长性上很讲，真是你要把个艺术去了解高昌地图，真是有动到个故事，做得到大家的分享。其实只系按用，还有动到其他个口腔然后故事然后让大家来讲，所以请你个乡亲朋友先聊下，你等下让总来讲哦。歡迎鄉親朋友在個種類理解節目，讓大家來討論，你基本讓大家來分享個主題哦。其實我們一直講藝術治療，其實我們應該要更周延的說是藝術療癒這件事情，對不對？哈，因為其實的確嘛，我們不管是透過音樂也好，對不對？就是任何藝術的範疇，園藝，對不對？花花草草，其實都可以帶給我們很多的一個療癒的一個過程。對我想，老高叔基本嚟到亞片同大家特別會分享的就會，其實你們做這個計劃還是有它很重要的原因跟目的在裡面，對不對？一開始提案的計劃吼，係因為我要照顧7個爸爸媽媽吼，我爸爸媽媽也都爸爸前年過世，媽媽現在也89歲了。我很深刻的能夠體會說，廿一拖嘅80人歲吼嘅阿公阿婆也都吼，他們的整個生命經歷跟在之後。實在冇嘛重要，我稱他們是孤鄉人啦，吼，因為從來呢，我15歲都來台北讀書，吼，都離開苗栗咧，一生人轉去苗栗，總係寒暑假天天，吼。那我現在也在台中工作，也就是說台灣城鄉變化太大，大概我們現在看到80幾歲這一代人，他們就是故鄉人，他們一輩子幾乎沒有離開故鄉。好，像石岡、清水、苗栗、卓蘭啊，你可以看到，這些鄉鎮級的這些老人家是幾乎沒有像我們說，我就到城市工作，然後出國啊，幹嘛這個跑來跑去。他們也許都是去旅遊，可他們一輩子就在這邊。好像我爸爸他午覺醒來，他要去走1個多小時，那他是從小熟悉的環境，所以我們就說我們這一代的老人家，他是台灣最後一代的故鄉人。
是，它一定有很多值得我们来了解，然后我们来研究。譬如说，我们也发现，他们这一代的阿公阿婆，像我妈妈，她大概不会有背痛的问题。他们一辈子呢做的姿势、做事情的姿势，都是被要求下来的。是啊，他们绝对不会坐太低的沙发，他们一定要坐高一点的。所以呢，我们去问石冈的诊所，没有什么背痛的老人家，都是慢性病的，应该也没有太多什么三酸甘油脂啊，或是这种问题，对不对？对啊，就是他这些老人家会有一个值得我们去好好了解的。譬如我们从建筑，你就会发现说他们的生活的那种空间的关系，譬如说他们的生活周期。不是像我们说周日周末，他们是初一十五，初一十五要土地公要去拜，是然后各个节，中元节、中秋节，再来呢，妈祖生日，恩主公生日，董岳太梯生日，这他们老人家的生活周期，是这个东西跟地方是很密切结合的，没错。通过艺术疗愈可以去发现，其实能够互相对照的话呢，对，你会看到一些关系。是透过艺术疗愈这样的过程，找出那样的一个关系。而且罗教授这样讲，其实也就像是刚刚郑老师讲的，这样的一个观察跟这样的关系，其实也就记录下来了这样的一个珍贵，就是那样的一个口述历史。其实就像是罗老师讲的，他是最后一代，你共会追慕一头一个孤雄人，为什么？因为人家就是医雄人。对，对，我们中矮的会医雄人，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现在80几岁，一推给弄影其实他们是从那个时候从日治时代，然后到非日治时期，后来就是回到我们自己的时期，然后他其实从经济没有这么好的状态，然后到经济起飞，然后再到现在，所以他其实是经历了我们整个时代跟历史背景的一个变化。那个时候他们其实留在自己的那一块乡土是非常合理的。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叫做出外打拼，是一直到了后期，慢慢的可能是像是60年代、70年代的孩子们才会说，我们要出外打拼，然后我们要成功回乡，对不对？就像罗老师一样，你其实是异乡人，因为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另外一个地方是你的第2个故乡。可对80几岁那一代的弄影嘎雷公，其实以黑公蝶苗栗出生，他一辈子就在苗栗耶。对不对？他在高雄出生，他一辈子就在高雄，对不对？那就是他打拼，当时在那里打拼的一个地方。而那就像刚刚罗老师讲的，那样子累积下来，那是他们所有自己生活的痕迹都累积在那里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文化、历史、生命故事，所以才值得说，2位老师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计划，去记录那样的一个口述历史跟那样的对照所留下来很珍贵的一部分。回到你异乡人或是穷矮给神上，我就没有，对不对？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浅薄，就有按个给杠高。不过就是说这是不一样的。你看现在的变化，我们说多元族群的融合，有没有亚韩科哈嘎尼呀吼，红龙尼呀吼，有没有现在还有新住民，对不对？我们很珍贵的像演出民，因为这样的多元融合，其实也堆积了我们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图腾跟图像。对，很少有一集福气来的主持人突然这么多话的，就因为听老师这样讲，其实感触很深，的确，所以其实这也是这个计划很重要的目的。对啊，所以不过不只是这样，我们也留下很多珍贵的图画，对不对？所以今天老师也帮我们带了几张阿公跟阿婆的图来跟大家分享，对不对？是，很有意思耶。我翻了一下，其实有些很彩色，可有些真的是比较黑暗呢。对对，这也就是表达了。对，像这一张也是我觉得很彩色的一张图，对不对？对，一双手。对，这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大部分的阿公阿婆都拒绝画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让阿公阿婆用左手描他的右手，用他的右手描他的左手，然后描完了之后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手指头的长短不一嘛，对，然后呢就让他讲一讲家里头的大儿子是谁啊，是哪一只啊，用什么颜色代表啊，这个第2只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是他的女儿啊。
然后他的孙子又是哪一只手指头啊？那么每一只手指头呢，让爷爷奶奶呢涂上不同的颜色，然后去想象他自己的家人，还有他跟家人的关系跟故事。然后从这样让爷爷奶奶还有阿公阿婆开始讲他的生命故事。哇，好有趣哦！而且刚刚那张图，你听老师解释完毕，认真看起来真的是阿公的手哎。对，因为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关节，因为你说是用描绘的嘛，对不对？整体都得看到他关节的那个不同，对，这就很有趣。可是我自己很喜欢老师带来的这一张，我觉得这一张。好有想象力哦，是不是？是，对，我们呢是这个呢是让阿公阿婆呢画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一些记忆。那么我们鼓励阿公阿婆呢，把记忆呢把它图像化。那么图像化了之后呢，在一圈又一圈的不同的同心圆里，然后把它堆积起来。对，上面写说，他常常会画一些蔬菜类所开的花朵，像是薄理菜、高丽菜，所以这个原图就有安永给杠钩。可是你就觉得，这是有创造力在里面。然后这个阿婆好可爱哦，他真的在这边画了2个小脸。对不对？哦，所以其实这就像是他就分享的他的内心世界。对，就是他自己，还有他这个带着家里的小孩，一定都是到院子里头，然后去种菜种花的经验。哇，好棒哦！这张图啊，这个创造力我不是很确定，但我觉得他一定有很强大的意念在里面，就是有一个爱心，而且写了一个字。对，我想这张画呢，主要是这个阿婆她非常的乐观，非常有趣。从这个图像可以看到每一个人不同的个性，心里的事。那么阿婆每次一进来的时候，都会切很多水果给我吃，然后给大家吃，然后还会让我们带回家。那么她就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阿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她的图像就可以展示出来。对，老师他写了一个人。那么忍的话，忍的意思，他是说，我记得那一天他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人生一切就是要忍，如果忍，你就会很快乐。感觉像人家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他的感觉是忍一步海阔天空，他就很开心。如果说那是他一直可以做到，那他也觉得做起来很快乐，那其实他整个生命是更开心的。不过这个阿婆事实上她有很大的压力，她的小孩在日本，然后一个在台北，然后她平常呢都到处做义工，然后事实上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是，后来我们再回去看她的时候，她摔倒在院子里头。然后没有人顾，因为他是一个独居老人，他知道他的儿女都很有成就，但是都不在身边，然后他强迫自己做一个很快乐的人。那么我们上次就是因为发现他摔倒了，所以我们救了他。对，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所以其实唐金美龙改搞喜欢应该分享，我觉得其实也带给我们今天很多的反省。对，除了艺术疗愈这件事情，然后还讲你讲对龙音尬改照顾两件事情，包括刚刚老师最后一个故事，也让我们反省很多。希望你改胸肌没有可能，你今天改故事，其实强容修无动斗，好关心下去尬改生白，还其实有汉嘅世界是都让人接触也好，法图也好，所以非常谢谢两位教授来到两篇老台高的福音熊案子 C， 谢谢老师有空的话再来跟我们讲故事。好啊，谢谢。好，今天呢，下来做嘛，该嚟做论坛了。